来乡亲啊，这个冬节过了后，就是乌鱼子就市的时阵。云林区议会讲，今年养殖的乌鱼子4两外，一袋斤卖1,700，5两外一袋斤卖1,900。啊，那野生的，因为量较少，计数是比养殖的贵1倍半。议会为着要来冲关养殖乌鱼子的销量，推出着乌鱼大餐，一推出马上就互注文了咯。香港讲的鱼羹香肠刀，这个鱼羹就是乌鱼羹，也就是乌鱼的胃，料是自家强要抹出来。也有内行上介介意乌鱼子切片摆盘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云林开会推出的年度乌鱼大餐，11出菜有6出是乌鱼料理，200刀一刀5000块。3工前就已经到声就拢无啊！这伫遮我甲广大消费者甲保险者啊，我搁追加5刀。开会讲，今年吃乌鱼子4两外，一斤爱1,700块，5两外爱1,900块，计数甲去年差不多。野生因为量较少，计数较悬。4两外一斤爱2,550块，5两外爱2,850块。野生乌鱼子高佮大肥，数量无济，伫市场真抢市。市的乌鱼子品质嘛袂歹，用高粱酒点火来烘，烘较表面赤就好啊。都烘好乌鱼子切片，真香，夹片看卖就知影讲有青也无青。如果新麦过重，代表这个乌鱼子的新鲜度就不高。开会举办乌鱼子比赛，要选出品质优良的乌鱼子，同时嘛传授几项撇步。首先，这个乌鱼子就要小块透光，是好撇色。色水要条纹，袂使有火丝，外形要平金，甲煮落去要有 QQ 的感觉较好。最后食起来袂使伤咸，还佫粒粒分明，这就是好的乌鱼子。这几步若学起来，嘛会使变成乌鱼子的专家。